兩項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嘅議案。第一項由黃毓民議員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嘅議案，有關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2016年2月8日晚上至2月9日清晨嘅旺角警民衝突，造成多人受傷嘅事件及其他相關事宜。咁要就呢一項議案發言嘅議員，請你按下要求發言嘅按鈕。我現在請黃毓民議員發言以及動議議案。黃毓民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嘅議案。主席，丙申年大年初一晚上至年初二清晨，喺旺角街頭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專權政府以及其爪牙當然對此大罵不仁。套用早期共產黨嘅政治語詞，就係鼓吹剝削階級道德，為反革命政治服務。呢啲給奴才當奴才嘅政客，一如舊慣嘅保皇，繼續打壓娃兒造反嘅政治難言，可以休矣。本席只會不屑同埋鄙夷。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香港經濟同埋社會急速發展，短短10年就蛻變成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嘅城市。拜港英政府嘅廉寧政治所賜，港人嘅生活富足，於是一整代人都萌生專注經濟、少談政治、和平理性非暴力，同埋跟政府有商有量嘅意識。作家鍾祖康10幾年前曾經批評香港嘅民主派，佢話每對政治與權力態度幼稚，抗爭反抗意識薄弱，處處為主子着想，思想底子單薄，信念容易動搖。總之就係缺少咗一種源自被壓迫經驗而發自心底嘅反抗動力。其實呢個亦都係一整代香港人嘅寫照。1997年主權移交以後，奉行極端資本主義嘅董建華、曾蔭權以及港共梁振英先後掌政，欠缺家底人脈嘅基層90後、千禧後青年飽受摧殘，於是產生咗同上一代截然不同嘅意識形態。年輕人對前途充滿絕望，有人選擇自殺。喺剛過去呢個學年，已經發生咗幾十宗學生自殺嘅個案，專權政府同埋保皇黨無動於衷。有人選擇投身抗爭，挑戰不公義嘅制度，專權政府同保皇黨就視之為大逆不道，以下犯上。總之，專權政府同埋保皇黨根本就冇深入了解新一代香港人嘅所思所想。由90後、千禧後發起嘅以武抗暴，逐漸取代過往20-30年泛民主派嘅和理非抗爭。2014年6月，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衝擊立法會大樓，同年10月，警黑聯手清場之後嘅重奪旺角。2015年2月起嘅光復行動，到今年1月香港大學學生衝擊校委會會議，直至到大年初一晚上嘅旺角警民衝突，以及目前日前中大學生衝擊校董會會議，要求成立專責小組檢討特首校監必然制。喺呢短短1年半之間，青年為咗挽狂瀾於既倒，展現咗驚人嘅決心同埋毅力。以武抗暴喺香港有着平地一聲雷嘅震撼。點解香港呢個崇尚和平嘅城市，忽然會出現放火掟磚嘅勇武抗爭？點解着重紀律和崇服嘅教育制度，會產生出一批又一批衝擊權威、否定建制嘅勇武青年？社會嘅主流意見當然係對旺角嘅所謂暴亂大施撻伐，紛紛替抗爭者扣上廢青啊、搞事啊、破壞社會秩序嘅帽子。不過，不少曾經參與抗爭嘅青年，都喺媒體嘅匿名訪問中表示，
佢哋已經唔介意社會大眾嘅睇法，只會堅持以武抗暴嘅信念，直至香港實現真正民主為止。各大學嘅學生會喺呢個旺角警民衝突之後發表聲明，支持旺角嘅議事。加上2月28日舉行嘅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因為旺角事件而被控以暴動罪嘅暴徒香港大學學生梁天琦取得66,524票嘅佳績，得票率高達16%。呢啲現象都反映新一代青年有依人道義、捨生不語嘅勇武抗爭意識。特區政府仍然相信社會主流意見反對暴力，沉默嘅大多數係唔會認同激進行為，抗爭者只係社會嘅少數，繼續利用執法機關打壓新一代嘅抗爭者，不替自掘墳墓。梁天琦所屬嘅本土民主前線，大半成員受到警方拘捕同埋檢控，如果暴動罪成，就會拋入政治黑牢。不過佢哋已經做咗心理準備，無怨無悔。今年3月，理工大學嘅學生陳浩天成立香港民族黨，主張香港獨立，聲言不排除香港出現武裝起義。極權嘅牢籠恐怕困不住自主自決嘅意志，港共暴政必然會拋棄於歷史嘅廢堆中。因鑑不遠，2010年北非特尼斯嘅茉莉花革命同旺角衝突嘅魚蛋革命非常之相似。特尼斯由上世紀90年代至到金融海嘯前經濟迅速增長，但係貧富懸殊，民怨甚深。2010年，一名26歲嘅蔬果小販因為無牌擺賣而被警察沒收反車，不久自焚抗議身亡，激發全國民眾起義，推翻腐敗政府。特區政府比特尼斯政府更加不堪。農曆新年期間，旺角隨街擺賣小食檔係香港人多年以來嘅習俗，食環署職員竟然大肆掃檔，被民眾包圍就要求警察增援，濫施暴力。特區政府打壓民眾喺公共空間嘅傳統活動遭遇反抗係應有此報。美國最大嘅獨立市巴爾的摩舊年亦都爆發大型騷亂，抗議警察對一名25歲非洲裔國民濫施致命暴力，以及多年來嘅警察種族主義，令到整個馬里蘭州需要進入緊急狀態。騷亂令涉嫌殺人嘅6名警察被落案控告，亦都迫使美國政府檢討警察種族主義嘅問題。黑人平權運動由上一世紀嘅馬丁路德金嘅非暴力同埋馬爾坎嘅勇武抗爭兩條腿走路，演變成為去年以武抗爭作主力嘅和理非非嘅民主派，恐怕唔願意承擔呢一個歷史事實同埋世界嘅潮流。雨傘革命期間，當代知名嘅哲學家齊澤克越洋為香港人打氣，指出失敗嘅歷史不斷告訴我們一個教訓，必須而且只有堅持那些成年人視為不可能的事情，才能成功改變現實。千萬不要中他們的圈套，不要跟隨他們的遊戲規則。香港嘅抗爭運動主角再唔係咩政客同埋社運明星，而係一眾不計較個人得失嘅年輕人。佢哋再不會跟隨特區政府同埋泛民主派10幾年來嘅遊戲規則。梁天琦喺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嘅競選口號係時代革命，就係要同時革特區政府嘅命同埋泛民主派嘅命。以武抗暴必然會成為香港本土民權運動嘅主軸。警察喺呢個旺角衝突之後成立內部檢討委員會，據悉將會准許警員使用催淚彈甚至橡膠子彈等武器。保皇黨亦都唱蒙面法，但係打壓力量越大，反抗嘅力量就更大。雨傘革命係由催淚煙引起嘅，旺角掟磚亦都由槍聲引發。烏克蘭親俄政府2014年就訂立咗反蒙面法，結果就係政府迅速倒台。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多次喺回應旺角警民衝突嘅時候表示，特區政府有聆聽民意，所謂官逼民反或者以武制暴都唔係暴力嘅藉口。喺旺角衝突中，到場視察嘅香港大學學生報即係學院嘅後任總編輯顧博謙，無端端就俾警察拘捕檢控，其後亦都以證據不足釋放。一個大學學生會報章嘅總編輯喺現場採訪，你就當佢係暴徒。嗰啲突然向天開槍嘅交通警察，你就俾勳章佢。特區政府其實早已喪失自我反省嘅能力。本席要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發揮議會監察同埋制衡政府嘅功能，徹查警察同埋食環署當時嘅部署，為市民討回公道，並且遏止警察嘅濫捕濫告。當然，保皇黨一定會為警察濫捕濫告護航，否決議案。3月16日嘅立法會大會上，泛民主派提出以呈請書嘅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旺角警民衝突事件，但係不是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嘅專責委員會，保安局、警務處、食衞局、食環署去出席會議，都係以套版答案回應委員嘅提問。調查結果同埋報告都冇法律嘅約束力，特區政府可以繼續施暴。呢一年出現咗高鐵延誤超支、公屋、法院鉛水等等嘅重大施政失誤，香港人仍然係冇辦法要求行政機關問責。無數次嘅施政失誤，加上無數次嘅死不認錯，以及無數次嘅無可奈何，三權分立嘅崩壞路人皆見。行政機關濫權，立法機關失效，武力就係民眾最終嘅自衛武器。本席對於港人自力救濟、被逼以武抗暴十分同情。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已然破產，年輕人對香港前途有新嘅願景。香港大學學生報學院3月曾發表《香港青年時代宣言》，並且刊出一篇題為《我們的2047》嘅文章，就2047年中英聯合聲明50年不變承諾屆滿嘅問題提出3大訴求。香港要成為聯合國認可嘅獨立主權國家，建立民主政府，全民制定香港憲法。香港民族黨嘅宣言亦都表明，今我等明確主張香港獨立，堅信此乃港人唯一出路，唯有脫離中國殖民統治，香港才能有真正自由。我們勢必脫離，淪為殖民地厄運，香港終必重光。青年敢於挑戰中共禁忌，誓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重建一個屬於香港人而非中國人嘅新制度，並且致力為此確立完整論述。本席雖然未盡同意其主張，但樂觀其成。脫中自主港獨已經形成一種思潮，即使特區政府同保皇黨現在幡然悔禍，恐怕亦都已經太遲。本席今天喺議會裏邊為青年鼓與呼，比痛罵政府更富政治意義。因為從呢啲年輕人嘅作為，令香港喺經過漫漫長夜之後，可以見到一句之明。20世紀嘅民權運動領袖 Medgar Evers 有一句名句 ：You can kill a man, but you can't kill an idea。你哋可以否決引用特權法，繼續縱容同埋加強執法暴力嚟維護統治者嘅利益，但你不可能否決自主自決嘅意識。主席，本席謹此陳辭。現在各位提出嘅待議議題係黃毓民議員動議嘅議案，予以通過。保安局局長。主席，眾所周知，今年2月9日凌晨喺旺角發生嘅暴亂事件，係一件嚴重嘅大型群眾暴力事件。喺事件當中，大批嘅暴徒利用
喺行人路面掘出嘅磚頭、自製嘅武器以及不同硬物襲擊執法嘅警務人員，並喺多處地方縱火以及破壞警車。事件總共造成過百人受傷，其中大部分都係警務人員，亦有數名傳媒工作者。事發之後，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界齊聲嚴厲譴責暴徒嘅行為。截至6月20日，警方一共拘捕82人，並且設立熱線，方便市民提供與暴亂事件有關嘅資料。警方正繼續偵查搜證，律政司亦都就部分人士涉嫌干犯嘅暴動罪以及縱火罪提出檢控。暴亂事件過後，社會出現咗好多討論以及反思。有人問，到底事件真正嘅起因係乜嘢？亦都有人問，香港到底出現咗乜嘢嘅問題？當時有組織話，暴亂係因為食物環境衛生署同埋警方喺2月8日大年初一晚上聯合掃蕩小販而引起，與特區管治手法有關。事實上，食環署當時已經馬上澄清，食環署嘅人員當晚喺旺角只係執行一般嘅巡邏工作，並冇對小販作出警告或者係驅控，更遑論進行掃蕩。但已經被超過50人包圍、指罵以及推撞，導致有人員受傷。事件破壞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係徹頭徹尾嘅違法行為。將暴亂歸咎喺小販管理政策或者係特區政府施政嘅缺失，係轉移焦點，企圖將暴徒嘅暴行合理化，絕對不能接受。暴亂發生之後，有意見指特區政府應成立由法官領導嘅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特區政府對此並不認同。調查委員會通常有2個功能：一係查找事實，二係找出問題所在以及提出改善建議，以避免日後再發生類似事件。旺角暴亂發生嘅當晚，事件已經俾傳媒廣泛巨細無遺咁現場直播報導，加上政府嘅資訊發放，市民不難掌握事件嘅情況。警方及後進行刑事調查，並緝拿涉事嘅暴徒歸案，以及將佢哋交由法庭審訊同埋裁決。喺公開嘅審訊過程中，市民大眾亦都會得知與案情有關嘅資料，從而了解事件嘅背景同埋真相。從以上所講，完全可以睇到係冇必要為查找事實而成立調查委員會。喺處理事件嘅實際行動方面，警務處已經成立由副處長管理、主持嘅檢討委員會，分別就行動、武器裝備及訓練以及支援3方面作出檢討，以提升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時嘅安全以及專業能力。呢個檢討進度良好，警方會盡早完成檢討，並將改善嘅建議付諸實行。主席，今年2月16日，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舉行咗特別會議，通過動議譴責暴徒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同埋社會秩序嘅暴亂行為，
同時促請保安局增加處理暴亂事件嘅人手，以及提升警隊嘅裝備。同日，委員會否決咗要求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嘅動議。喺2月26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亦都否決咗立法會授權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嘅建議。我強調，喺暴亂事件發生之後，特區政府嘅回應以及跟進，絕非只係停留喺言論嘅譴責同埋調查檢控嘅層面。一直以嚟，特區政府都不時檢討所做嘅工作，以及對市民嘅服務，謀求改善。政務司司長喺2月19日喺立法會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發言嘅時候指出，管治係不會十全十美的，廣泛接納民意，不斷改進是良好管治的基石。但是政府管治不佳，不等於有人可以將一場展現喺市民眼前令人痛心嘅暴力事件包裝成為官逼民反、以武抗暴，或者係一場因政府暴政而引起嘅警民衝突。行政長官喺上一個月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亦都清楚表示，特區政府喺處理社會民生問題上做咗唔少。特區政府喺處理社會民生問題上做咗不少實事，例如貧窮問題、我哋嘅青年人向上流嘅問題、經濟轉型嘅問題、房屋問題，呢啲喺過去4年，我哋一個一個咁去解決。事實上，社會永遠都會存在不同嘅矛盾，最重要嘅係特區政府願意同社會各界溝通，兼聽各方意見。特區政府將一如以往細心聆聽社會各界嘅訴求，以市民嘅整體同埋長遠嘅福祉為依歸，兼顧各方利益，改善施政。與此同時，任何人都必須尊重法律，不應以違法同埋暴力嘅行為表達訴求。主席，香港市民崇尚和平、理性、開放、多元、自由，法治一直以嚟都係香港嘅核心價值。旺角暴亂嘅暴徒聲稱要捍衛本土特色，但佢哋所用嘅暴力手法，卻正正係違背咗香港嘅核心價值。我相信大家都會認同，香港不能放棄法治嘅底線，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只會衍生更多嘅問題。主席，黃毓民議員嘅議案唔會解決深層次嘅社會矛盾以及所謂管治問題。政府管治問題，全世界每一個社會都要面對，不能硬將管治與暴亂掛鈎，為暴亂揾藉口。喺現今嘅政治氛圍下，將旺角暴亂事件推至政治爭議嘅層面，將事情複雜化、政治化，對避免同類事件嘅再發生並無好處。立法會嘅專責委員會並非係適合嘅平台，為香港長遠嘅利益出謀獻策，亦都冇辦法聚焦解決2月9日凌晨有一撮人無視法紀、罔顧人命嘅惡行，以及社會現在面對嘅種種問題。因此，政府認為立法會無需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設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旺角暴亂事件。我懇請各位議員反對黃毓民議員嘅議案。
稍後議員發言表達意見之後，我會喺總結發言嘅時候再作回應。多謝主席。